家人嘅未來永遠值得用心守護。要確保呢份心意流傳，需要長遠嘅跨代財富傳承規劃。Ben 係一位傑出嘅企業家，希望以清晰全面嘅傳承方案，確保即使遇上不幸，依然能為父母同仔女提供財政支援，同時長遠累積財富，即使家族日益壯大，都可以逐步邁向富過3代嘅目標。AIA 憑市場首創嘅未來心願安排，幫 Ben 輕鬆掌控清晰嘅傳承規劃，預早應對未來變數，未雨綢繆，財富持續積累，令家人更和睦，財富傳承無間，跨越世代界限。Ben 預先因應唔同情況訂立傳承指示，萬一自己不幸身故，保單就會劃分為2個保單部分。喺 A 保單部分，佢選擇保單延續選項。Ben 亦善用特點，指定3對第二持有人同第二受保人嘅組合同順序，按照指定嘅繼任順序，太太同仔仔將會承接保單。萬一仔仔比 Ben 先一步離世，保單就會由太太同埋女女承接，成為新嘅保單持有人同受保人。喺 B 保單部分， Ben 選擇咗身故賠償支付選項，直接用嚟支援父母嘅生活。佢指定爸爸為受益人，媽媽同女女為首名同次名後續受益人。萬一爸爸比自己先一步離世，媽媽亦可按 Ben 嘅預設指示，以10個年度分期嘅方式收取身故賠償。由於近年中風發病率持續上升， Ben 決定預早設立另一套指示。假如自己中風昏迷，保單會分為2個保單部分。第1個保單部分， Ben 揀咗保單延續選項，並指定太太為指定擁有權接收人。太太成為新保單持有人後接管保單，能夠無後顧之憂照顧屋企人同 Ben。Ben 再就第2個保單部分選擇支付款項選項，為仔仔提供財政支援，亦指定女女為次名指定收款人。就算仔仔不幸比 Ben 更早離世，女女都可以收取款項。Ben 透過 AIA 未來心願安排嘅一套指示，一次過完成妥善嘅傳承規劃，令家人擁有安樂無憂嘅生活，長遠傳承財富。